大家好，又係我小狗，歡迎返到嚟我哋呢一個模型系列。今日同大家嚟去開箱嘅呢，就係一隻 FRS 系列嘅幪面超人 Decade。咁呢一隻嘅官方售價係日元3520，咁換返做港幣嘅話呢，即係176左右。咁而佢嘅發售日期係2020年嘅12月12日。咁我哋就即刻嚟睇睇一隻嘅內容物啦。好，咁砌好咗啦，咁同大家嚟睇睇一隻 Decade 先啦。咁今次呢隻咧嘅可換性非常之多啊。咁首先嚟呢個可動性，先嚟頭部。咁左右冇問題啦。咁跟住係上下亦係冇問題嘅。然之後係手嘅部分，可以舉起到90度嘅。腳嘅部分一樣啦，腳可以舉起到90度啦。上身嘅部分同樣係冇問題嘅。跟住我哋就嚟睇睇就係呢個配件嘅部分。今次俾嘅配件呢，都係一啲比較經典少少嘅組合啊，包括咗就係幾對嘅手型啦、武器啦，以及係地台啦。咁除咗呢啲嘅配件之外呢，官方亦有俾到好多條嘅個腰帶俾我哋啦，你去還原翻 Decade 可以變成其他拉打嘅一個狀態嘅。但係有兩位嘅拉打係比較特殊少少嘅，分別係幪面超人 Billido 同埋幪面超人 W。佢哋兩個係需要使用到佢哋原有嘅零件先至可以還原到嘅，係啦。除此之外啦，官方亦有俾到兩條唔同嘅腰帶俾我哋嘅，係啦。以及係劇中有用過嘅呢一個卡牌，我哋逐個嚟講啦。先講咗腰帶嘅部分，今次官方俾咗包括係經典款式嘅白色腰帶啦，同埋喺時王時期出現嘅平紅色腰帶。而且係有俾到呢兩條腰帶嘅待機狀態俾我哋嘅，你去到做一個切換。除此之外啦，喺卡牌嘅部分，官方係除咗有俾到我哋20位平成拉打嘅卡牌之外呢，亦係有贈送到Decade 平時會用到嘅一啲技能卡，以及係必殺技卡嘅。而呢啲嘅卡牌係可以同腰帶做聯動嘅。當聯動咗之後呢，我哋可以透過腰帶嘅嗰個紅色透明零件呢，睇到內部圖案嘅。整體嚟睇啦，算係非常之唔錯嘅。唯一問題比較大嘅呢係貼紙嘅部分。喺成個呢個拼砌過程當中啦，我發現到官方今次俾嘅貼紙係有少少參差啊，就係我砌完之後，佢會有出現呢個剝落嘅情況，而且需要貼紙嘅地方呢，好多都係非常之難貼啊，就會導致到我砌嗰陣時嗰個感覺唔係話特別好，係啦。希望官方以後可以真係減少翻用貼紙嘅問題，係啦。但係呢，我覺得今次頭部嘅設計係非常之有創意嘅。官方佢哋選擇用好多塊嘅一個塑膠片嚟去到插落去嗰個頭部，嚟到還原翻變身嗰個狀態啦，同埋還原翻呢個頭部嗰個設計啦，係啦。非常之有創意嘅一個設計嚟嘅。總括而言啦，佢算係一隻唔錯嘅模型嚟嘅。如果有興趣嘅朋友仔係可以試下去購買嘅，係啦。今集影片嚟到呢度先，我哋下集再見。記得訂閱翻我小朋友嘅 channel 啦，並且記得撳啷啷啦。
如果有咩問題嘅話咧，就可以喺下面留言區發問。冇嘅話咧，記得 follow 翻我 IG， 我 IG 喺右上角。咁我哋就下集再見，拜拜。